香港地叫得大都會，人多車又多，高樓更加多。但係喺呢一度嘅可能，從來都唔係單一。離開市區，除咗郊野山林，香港亦都有唔少地方展現水鄉優勢。今次我哋入大嶼山，行去距離大澳45分鐘路程嘅二澳。二澳呢個地方咧，以前咧就係一個農村啦，咁就兩邊係俾山夾住咗，咁中間咧就係種稻米嘅地方。咁好耐之前咧已經開始喺度種稻米㗎啦。60、70年代開始就村民開始離開啦，咁然之後呢度就開始凋荒咗，變翻一個好 wow 嘅地方啦。因為唔係好多人行過嚟啦，結果就係我哋呢度嘅地方嘅環境咧冇乜點受外界嘅騷擾，裏邊嘅物種咧仍然係好原生嘅。亦都冇一啲嘅入侵物種啊，或者係坊間常見嘅一啲外來物種咧喺呢度出現，咁所以我哋呢個自然環境咧就可以保留得比較完整。有300-400年務農歷史嘅二澳，水資源一直都豐富，但係棄田冇人耕，連帶自然環境入面嘅生態鏈都受到影響。70、80年代新界大嶼山離島都仲有好多農田，但係而家其實大家如果譬如坐火車，基本上唔會再見到有農田，呢個係消失得最快嘅生境嚟嘅。即係只要佢個操作唔用太多農藥化肥啊，同個周邊嘅環境相配合嘅話咧，個生物多樣性可以好豐富。一個農耕嘅環境，其實除咗話可以製造食物俾我哋食可以嚟我哋去享受咁好嘅環境之外咧，其實啲生物咧亦都可以喺呢個環境嗰度係生存喺度生活嘅。二澳2012年開始復耕，喺100萬尺嘅農地上面開荒種植，除咗活化失落咗嘅農村，亦都為二澳嘅多樣生物造就咗滋養嘅地理條件。但係要令到唔同嘅生態都均衡發展，就要有更進一步嘅行動。喺大嶼山保育基金嘅支持之下，二澳水田農林生態共融項目，亦即係二澳野項目，今年開始運作，為期3年。喺唔同專家參與之下，力求保護二澳嘅生態。我哋二澳野呢個項目咧，其實醞釀咧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啱啱開始做復耕嘅時候咧，就定期會喺度做一啲生態調查。咁然之後，生態調查嘅結果咧，都係證實咗呢度嘅環境啊，同埋個生物多樣性都唔錯。呢度嘅濕地咧，好適合做一啲兩棲類嘅復育。二澳嘅環境咧，其實一路以嚟咧都唔錯嘅，因為其實都係用有機嘅方法嚟到去栽種稻米啦。咁我哋呢度嘅水質啊，又或者水嘅量咧，其實都係好好嘅。咁然之後呢度嘅淡水嘅濕地嘅植物咧，個品種都好多。佢哋一年四季出現嘅節奏咧都好穩定嘅。我哋覺得可以再進一步加啲人為嘅方法去穩定個環境，或者去營造一啲環境，令到佢哋可以喺一個啱佢哋嘅環境裏面咧繼續生存。人為嘅環境係啲咩咧？二澳呢個地方係栽種稻米嘅。咁栽種稻米好多時候咧牽涉嘅就係放啲水會放滿，亦都會放乾嘅。咁然之後喺呢個放滿放乾嘅過程裏邊咧，就有好多生物咧，佢喺中間會死亡。咁所以我哋會定咗一啲嘅濕地生境咧，就係保持住都係濕潤嘅，就唔會話有乾旱嘅時候。一開始咧，我哋都係想揾翻呢度地方嘅生物狀況啦，即係所以我哋可能就會開始一連串嘅生態調查。咁然之後同一時間咧，我哋會建立翻一個原生樹苗圃，因為樹林對於成個環境嘅穩定性咧好緊要啦。如果係之前係被因為開發啦，然之後或者個樹嘅品種好單一啦，咁我哋就會補種翻一啲有生態價值或者經濟價值或者文化價值嘅植物落去，個環境咧開始穩定啦，於是咧開始做濕地。二澳野項目除咗想保育現存嘅生態運作，把握當下，更加想做到嘅係回到過去。隨住農業式微，溪流污染加劇，而喺香港消失咗嘅尖舌浮蛙，根據香港兩棲動物名錄，對上一次出現嘅行蹤係喺1995年。咁我哋就希望將中國浮蛙重新引入翻嚟二澳呢一度啦，咁亦都係即係引入翻香港啦。咁但係中國浮蛙咧，佢其實咧長年累月咧都係喺水嗰度生活嘅。平時有水嘅時候，佢會浮喺水面嗰度啦。遇到敵人嗰陣時咧，佢會潛翻落水入邊，匿喺啲泥嗰度嘅。
冬天嘅時候咧，如果係好凍嘅話咧，佢都會匿喺啲濕潤嘅泥土嗰度去過冬嘅。咁所以咧就需要一個一年四季都有水嘅濕地俾佢哋啦。放咗出去咧，就希望佢已經融入喺大自然嗰度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話我哋投放咩食物俾佢哋，因為就會係天生天養。而喺呢一度咧，亦都有好豐富嘅食物嘅。咁亦都係令到佢哋咧係可以繼續佢嘅行使佢嘅習性啦。中國浮蛙咧，我哋會經過 DNA 嘅檢測，再加埋一個檢疫嘅隔離嘅步驟咧，咁我哋先至會放翻喺義澳呢個地方嘅。咁放完之後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方式咧嚟到去監察住佢哋嘅數目啦，同埋佢哋嗰個成活率。大自然係好多變同埋好多樣化嘅，每一種嘅環境，每一種嘅生態系統裏邊咧，揾到嘅生物咧都完全唔同嘅。個植物好唔同，佢上邊嘅昆蟲啊或者雀鳥啊呢啲都唔同。咁但係佢哋之間咧，其實大家都係有關聯嘅。如果我哋影響咗一種嘢咧，有可能會影響埋佢哋捕食嘅獵物啦，或者食佢嘅天敵啦，甚至乎影響佢生存嘅樹林嘅。佢個物種好豐富嘅時候呢，其實有啲好似保險咁樣。譬如同一時間可能有3種植物開花嘅，有一種可能受到蟲害嗰年佢開唔到啦，但係仲有2種植物喺嗰個季節嗰度開花，咁啲蜜蜂仍然可以採花蜜，仍然可以繼續生存，仍然可以第二啲時間幫其他嘅植物傳播花粉。但係如果個生物多樣性係少，我哋得返一種植物喺嗰個季節開花嘅時候，萬一佢係遇到病蟲害或者俾人斬咗啦，冇咗啦，咁就會影響到蜜蜂，影響到其他嘅植物，影響到雀鳥，影響到昆蟲。咁所以個生物多樣性咧，個重要性咧就係為咗我哋呢一個咁豐富嘅地球，可以話係令到個地球生生不息運作落去。